后来乡亲啊，白白做公务人员，有人话要无闲事，但是哪像嘛有人用甲掠杀无哦。这个南投县的国姓乡公所有一个女课员，和这个同事甲翕相录影。上班的时间无咧办公，是伫家己的座位咧练跳舞。啊，若中昼休困咧困觉的时阵，是直接甲两只脚就甲跪伫个办公桌的面顶。这个相片互公开了后，公所开始来调查。 结局是，这个女课员行为无适当，但是甲这个翕相录影的同事，嘛影响到公所的名声，所以两个人拢爱处罚。上班时间，这位乡公所的女课员伫遐咧跳舞。这个女课员家己咧跳舞，一直伊后壁的同事头咧咧，唔敢看伊，伊目睭一直看这个荧幕。伊扮个是韩国女子团体某某恋的舞琴。 跳到网网，头一个举起来，才发现讲有人伫录影。你在干嘛？啊，无啊，紧来啊！影片一流露出来，民众看了拢感觉无妥当。上班时间对无？你哪会使跳舞？基本上上班是不能做私人的事情。伊嘛捌中昼休困的时，两只脚跪伫桌仔顶。当下他也知道同事间彼此稍微轻松一下嘛。 伊服务单位是南投国姓乡公所的民政科，公所调查后证实有这件代志。不应该把腿翘那么高，就是他晚上有参加一些公所办理的一些妇女大学他在复习那个舞蹈，那也是相当的不应该。 公所人员讲，这个女课员姓林，61岁，年资30多年啊。资深员工伫上班时间跳舞、困的时，脚骨翘遐悬，影响到公务人员的形象。另外，拍影片的同仁嘛，影响到乡公所的名声，两人拢被送庭界委员会处理。